氣排球咧就其實玩法同埋嗰個比賽方式咧係跟普通嘅室內排球分別唔大嘅。最主要咧佢個分別咧就係話佢係適合唔同年齡層嘅人士可以參與。好似今次嘅賽事，有啲係去到59歲都仲可以參加嘅，咁係可以延續咗佢哋排球嗰個生命。香港都有嘅，香港有警察排球會都會好支持呢項運動嘅。其實呢個波咧就係主要係嗰個小球你要做得好熟。其實一直我哋都有打開呢個輕排嘅，咁之前都參加過之前嗰2屆全運嘅，咁知道有呢個項目，咁我哋都組隊就參加個選拔。贏咗比賽梗係開心啦嚇，可以代表香港隊為香港加油。咁內地其實嗰個水平好高㗎，咁我哋都係爭取多啲經驗咯出去，希望可以挑戰下人哋咯，因為始終國內嘅選手同香港嘅選手唔同嘅係佢哋係高大好多，可能打嗰個節奏同埋技術上都會比我哋好咯。咁希望可以突破到人哋咯，即係打出自己嘅風格。我要上全運，我要上全運。